今天你们叫我来有什么事吗？让你见一个人，但是你答应要保密哦。好。出来吧。啊！安峰，真的是安峰。安峰。停。安峰，真的是安峰。你好，我是安峰。你好，我可以问你要张签名吗？我可以和你合照吗？可以啊，但我今天过来办事的。连铁杆粉丝都分不出来，但不要发出去，就没问题了。这姑娘脑残，她的判断准确吗？人家是小子，我很期待安玲接下来的表现。我们被偷拍了！什么玩意儿被偷拍？看！这几个脑残本来组了个俱乐部。嘿，孙子，别跑！分头包抄。走。学人做狗仔，跑！你们想干嘛？飞哥，莫瑶，放开我！删完没有？删完把相机还给我。我怎么可能删完呢？删掉的都是你想要的，剩下的都是可以送你去警局的。谁怕呀？少年，别这么嚣张！你知道我们是干嘛的吗？你们不就是一群脑残粉，在包装他吗？脑残粉？你给我看清楚了，这个是黑客入侵系统，这个是粉丝会会长论坛账号，这些是我们的成功案例。我们可以操控整个娱乐圈，也能够操控你的人生。换句话说吧，我们就是大风大浪，而你充其量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船而已。我们想让你翻船，你就得翻船，你信吗？我劝你把你手机里还有电脑里所有的照片都交出来，然后选择失忆，不然我有100种方法让你忘记过去。那如果我不删除呢？好，
我删，我马上删。你们人多，我玩不过你们。走吧。现在的任务分配是这样的：梦瑶，你发挥你的所长，担任安陵的化妆师、造型师，还有形象设计师。飞哥，你担任安陵的形象顾问，还有助理，负责跟在他身边。我呢，则会担任安陵的经纪人，负责打理安陵的星途，掌握所有的事情。影子，这段时间你就做安陵的司机，负责接送安陵，做我们的紧急资源。安陵，伪装是我们的职业，而表演本来就是我们的生活。我们都会成为你的戏剧老师。你们确定你们要当我的戏剧老师吗？当然。可是，一群没有表演经验的人怎么当我的戏剧老师呢？安林，你说什么？哦，我没说什么，就是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。安陵，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有点怪啊？怪？我没有啊，我很正常啊。放开我！我倒觉得安陵最近表现很好啊，越来越像安峰了。你们看什么呢？好了，先说第一个任务。这次安峰回国发展，韩国娱乐公司因为资源欠缺，所以交给了中国公司全权打理。只要我们能从中国娱乐公司手里把经纪合约拿过来，就能够掌握主导权。调查安峰的经纪合约在中国哪家娱乐公司的事情，就交给你了，飞哥。哦，好。安陵，楼兰的苹果。安陵，以后你最好远离厨房。你现在是安峰，你是粉丝心中向往的偶像，是韩国娱乐圈精心打造的明星。So， 你是完美的。英雄所见略同啊。你放心，这杯咖啡是我特地为你煮的。你是想贿赂我？准确的说，应该是犒劳。我看了粉丝见面会的策划案，中国版安峰。重游戏娱乐，走进影视，轻歌舞表演，很有意思。我们还有很多方案等着你呢。可时间够用吗？你准备好了吗？尽管放马过来了。你越来越像安峰了，加油！记得这个人吗？当然记得呀，安峰嘛。听说啊，他最近要到中国发展。怎么，你们是要帮哪个粉丝搞定他吗？你怎么还是这么八卦？那你知道他在中国的经纪合约在哪个公司吗？当然是我们公司啊，他可是 King 组合成员，到中国来发展，肯定要寻找资源最好的经纪公司。我们老板不是跟你们有合作吗？好，谢谢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怎么了？是粉丝要做经纪人吗？别那么八卦。哎，他有没有女朋友啊？喂，飞哥！小觉，安峰的合约在玲玲他们公司。好，我会把有用的信息发到你的手机上。1个小时后，安峰在韩国的经纪团队就会到酒店。我们要在他们接触对方之前先下手，40分钟后在他们下榻的酒店集合。好。影子，
你负责把我的简历和合约打印送过来。好，没问题。莫瑶，你带着安林一块过来，战场就交给我们了。楼上的情况就交给你了。影子，房间处理好了，你们要进入房间的一共2个人。房间号多少2405。OK。莫瑶，你就留在这里吧。好。走。安林，待会儿我们要见的韩国娱乐公司的艺人经理和 King 组合经纪人，你见过吗？我见过，我知道。那就好。King 组合是经历他们多年训练、精心打造培养出来的组合，但是在他们爆红的时候就出现解散风波，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打击，就像自己种的果实却到了别人的碗里，为别人做了嫁衣。所以待会儿你不要太站在我们这边，要让他们知道你不会像另一个成员一样单飞，但是也要注意把握尺度。我明白。真的。我了解我弟弟，我现在就是安峰，我会为自己的前途着想。来，这边请。수상이, 샤시가 안홍씨가 왔어. 안녕하세요. 샤시. 안녕하세요. 안녕하세요. 안녕하세요, 사장님. 请坐。这位是夏小姐，是中国娱乐圈著名的经纪人，曾经呢帮很多的偶像明星完成过他们的演出事务。那这次来呢，我就是想要和大家谈一下我在中国的工作。사장님, 하시 이번 와서 베개나 앞으로 중국 시장을래. 经理，我为安峰做的未来规划主要是往影视方面发展。 시장님, 안펑 씨가 배우 되고 싶어. 엄마는데 내가 배우 될 수 있어. 근데 샤시 왜 했어? 앞으로 중국 시장도 왜 했어? 你们不必太担心，安峰的才华不会被埋没，因为在中国，歌手转行做演员的成功案例很多。他是为舞台而生的，如果转行做演员的话，会给公司带来更多的收益。 건강하지만 또 돼요. 근데 중국 시장으로 왔어. 근데 안펑 씨가 무대 태고는 거야. 근데 많이 태주 있어. 근데 살아있습니다. 这个是我和我团队的简历，这个是安峰演艺事业规划方案，这个是我草拟的经纪合约，您可以看一下。安峰会成为他想成为的人。 夏小姐，你的方案做得很完美，从你的方案能够看出你的诚意，包括能看出你的实力。社长比较担心安峰在中国的以后的发展，允许我们考虑一下下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可以考虑。几天之后，我们准备为安峰争取大哥主演的电影《双龙有道》的男2号。我不希望错过这一次近在眼前的合作机会，所以能不能今天就给我们一个答复？ 샤시대 말이 지금 시간 안 맞겠어. 근데 우리가 안펑 씨가 중국에 위해서 드라마, 영화, 남자 2번 있어. 근데 시간 안 맞는데 지금 퇴사할 수 있어? 夏小姐，你的方案做得很完美。如果你真的能够给安峰在国内争取到大哥电影的男2号，那我们就把中国代理市场全部交给你们。希望能够接下来合作愉快。一言为定。 谢谢。我在网上截获了一些文件，得知安峰在韩国的公司已经和《双龙有道》的制片方谈过了，但是失败了。如果我们能为安峰争取到角色，才有胜算。你唯一没有算到的是，《双龙有道》的男2号已经内定了。现在，除非让陆天启开口钦点安林，否则我们没有胜算。谁？ 陆天启，他是我的偶像，我是看着他的戏长大的。你一个大男人偶什么老男人呢？他偶死都没用。陆天启和很多女明星都发生过绯闻，而且还听说他和一些想要做明星的女学生发生过关系。现在不是八卦的时候。
我们要想想怎样让这位大神推荐安林，让他成为双龙有道的男2号呢？我为什么要让他来推荐我？你要转型做演员，如果你能得到陆天启的提携，会让你少奋斗10年。娱乐圈从来就不乏有才能的人，缺少的只是机会。是哦，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女孩被遣呢？我又说错话了。夏爵啊，为了让你的这一只呆头鹅顺利的产出金蛋，我们拼了！王经纪，您最近好忙啊。你是哪位？我好像不认识你。你好，我是偶像俱乐部的，我叫夏爵，跟您联系过几次，但是电话都没有打通，只能采用一些俱乐部的小手段了。我听说过你们，怎么了？找我有什么事？相信您也发现，最近陆天启在网上的人气暴涨，话题不断，红得不要不要的。你知道这一切是谁在暗中操作吗？我也知道有人在暗中操控舆论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人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。怎么？是你们？当然不是我们。你想知道答案吗？全在这里了。看完，你就会明白。我明白了，夏小姐的团队为陆天启做的一切，就是想让我向陆天启引荐安峰，让他做男2号。安峰是一名出色的歌手，他在中国有着很高的人气。安峰给你多少钱？您的意思是？我愿意出他价格的2倍，雇佣你的团队为陆天启工作。只要您答应帮助推荐安峰，我们会考虑和您合作。我想你们是弄错了，我是陆天启的经纪人，做的所有事情只会为他的利益着想。至于你们说的安峰，我不熟，戏演的怎么样，谁也不敢保证。既然是歌手，还是好好唱歌去吧。我不会冒险让他影响陆天启的发展。小姐，怎么这么久才回来？怎么样？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也许并没有那么糟糕。为了安林，夏爵也是够拼的。我好感动啊，飞哥，你会像夏爵对待安林一样对待我吗？都没事情做吗？嘿，他有病吧？他这是羡慕嫉妒恨。女人呐，她的情绪一旦开始瞬息万变，就说明她的智商已经开始在降低了。都是因为你。
还是擦肩而过，缘分太浅，没想过结局是暗恋，从一开始就已疏远。相遇相见，等你世间繁华看遍。